短阳转到现场，今日的航空比报咧，报本大家第一就系搞出一条新的新嘅单元咯，吼，就系育通梦想，也系咧好跳绳嘅比赛啦，吼，有请嘅动动目腔嘅各种生啊、学教啊，来抢下来比赛来得到呀奖金就错嘅。刚刚有讲到跳绳嘅无按过哦，唔系只个安尼竞跳就错嘅，要有佢嘅规定呀，规定咩系老国际方比赛系有关系的系冇？嘿，因为有抢到体育大学嘅怎样嘅裁判。同埋看人家嘅规定，佢就看過之後，然之後發布下去。哦，佢說係打敗嘅初選啊，還係就係複賽、決賽嘅時間，其實就係照定安尼規則就錯嘅。係冇錯。唔講有看到一下兩條地圖吼，有看到嘅，佢哋喺表演特技哦，唔係跳繩嘅咩？啊，這麼可愛嘅，係啊。給裁判啦。裁判。裁判係乜嘅？安尼講嘅按。就裁判聽聽啊，佢哋喺裁判，八種男期嘅初賽啊、決賽都會搶到專業嘅裁判。佢哋搶喺表演聽聽就錯嘅。冇，係見當該係要見嗰動作控嘅特技，所以嚟講係花式係冇。係，佢阿條咩會花式嚟跳繩嘅。唔過也看到嘅動作嘅樣片吼，係無強用嘅相片，就係無強用嘅學教係冇。係，佢哋會做設計嘅扛棒啊，嘛個會票選啊係冇。啊，佢哋會做設計加油牌，係道具啊用動作。嚇，唔過佢哋會誒吹演吼，係用嚟現成嘅喏。哦，有啲位係舉辦方做簽會參加，有啲位係學教先生有啲安樣嘅搞出一條線育通夢想嘅發通，佢去請全教地都哪一啲位體育較好、體力較好嘅同學來參加。唔過我也係有無強用嘅方面嘅優勢勞劣勢啊，因為唔假使你係請規則班級嘅吧吼，可能佢哋咩氣會較好，因為就熟悉咩吼。唔假使係一班量嘅，跟一班量嘅26啥係冇，青島係16嘅話，啊你話係唔係就會咩起當方愛來重新來訓練咯？會真係有他們像係到誒新竹嘅遠東國中，佢咩係就係以前體力較好嘅同學出來。我說雖然大家都熟悉啲23年，不過唔係同熟悉，冇合作過，冇合作過。古數嘅咩嘢啊，愛表達嘅表現都會重新再訓練。我眼看入跳繩嘅時節吼，因為家有看到吼有幾排嘅人咩，有啲問題呢，因為跳繩嘅吼啲嘅用壓縮嘅吼甩繩嘅人輕鬆要咩？啊甩繩有2-3人咩？啊地圖嘅人有幾排有冇？幾排嘅人上嚟佢愛自家看自家嘅影片，還係愛看強一隻方向咯。因為看強一隻方向嘅話，青年嘅人就看無啊，係冇？我用簡書嘅係冇？因為每一隻學教就冇強用，有啲位係冇規定就錯嘅。冇規定，唔做得從總結安樣。一片人看一片，看右片，一片看左片。左片，係咩有人全部都會看胸片。哦，係看佢哋嘅習慣。啊，你自己有跳過冇兩啥？唔是講嘅。聽說愛跳困難就錯嘅，唔跳困難唔係按嚟跳哦，去抬嘅數嘅，重嘅數嘅哦，嗬。真嘅。啊，有困難冇？當然。你自己跳1-3年跳就懂困難嘅哦。怎麼講唔出來？聽唔到啦，我聽唔到嘅。第一擺跳嘅時間就係硬剛度就錯。硬剛度係。唔講我大家是冇留到嗬，壓縮嘅當重有冇？按你甩嘅時間嗬，係千萬嘅唔係用嘅，看到動腳嘅呢，啪嘅動作呢。動作係啊，因為唔會佢哋會討論，佢哋會練習，嘅同學就會出嚟講。嘅喊嘅派數嘅人講拍較腳條嘅，佢就會問佢用嘅喏，佢講較腳較好跳。哦，慢慢跳係呢，輕跳就錯嘅。係慢慢跳，唔嘅體力會流失嘅較腳。哦，也係大家好教咗按嚟知道係嘛？按樣看下來，其實大家就想講。跳較腳較好跳啊！唔過而家有覺得，而家有講到吼，那拍攝嚟嘅人吼，係唔係咩愛訓練咯？愛，因為2-3年一定愛有咩嘅，愛有輕有力吼。係愛輕有力，因為
嘅我拍董球啊，还有嘅熟嘅其實有分專業嘅熟嘅，然一般嘅熟嘅，嘅專業嘅真見動蟲，係。像也下看到的吼，有動到的，好像個真件動跳的吼。其實迄也喺姿勢，迄心灰意冷係呢。可以。你咪要動到人哋嘅討論啊，吼。也討論咧，其實咩要好，又唔好，也家下要講到，也拍到咧熟嘅，就唔啲啲奶吼。都係啊，即係無形嘅係咪？係，像佢也喺睇成嗰種機啊，就拍咧就係專業嘅蟲嘅熟嘅。哦，也係做得自家先切的就錯嘅，因為先切較重嘅，含係較強嘅。係做得，係做得，因為假使講拍熟嘅係細妹嘅來講，佢就對佢啊就太重嘅冇辦法。不過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吼，也跳熟嘅比賽吼，其實啲學校程度吼全台灣吼，講起來冇乜個校隊啦吼，教吹啊吼，嗰種有動到嘅學校來報名，佢得到也資格過後咧，其實有動到嘅。教練啊，學校嘅學生嘅，還有先生，也就咩要來學習就錯嘅，上嘅動到冇共用嘅辦法，因為有一啲一天嘅時間地度，看乜人跳較多，還有跳較久，係冇？係冇錯，係累積咧，係累積咧。嗰種佢也就用乜個較特別嘅方法。唔講練習嘅方法，有看過有一個學校，佢就喺跳嘅之前會先按用暖身，佢就聽說愛嘅行嘅壓尾行路，係，因為壓尾行路會按用數位搭電頭前同學嘅肩頭，佢先生講按用會訓練佢哋嘅默契，因為挨搭對頭前咧。後背咩搭定挨嘅，我要按用嘅節奏出來，係，還有佢啊就強化學校佢啊就還有古典台嘅跳，古典台嘅跳，佢啊就講按用清純呢，係，當然跳清純啊，係啊，當然跳，先生就講按用係台訓練佢就做啲看到嘅熟嘅。做得愛去習慣嘅熟嘅下來嘅節奏啊，節奏啊，速度按樣，嚇。嗰個清明嘅時節，佢也就啲參加呀比賽嘅時節，係唔係冇看到咩做得嘅係冇？佢咁就係佢就冇，因為我會覺得他們是不是感受力嘅感覺，跳熟嘅跳到清明後，佢冇看到咩做得，伊啲感覺聽聽。冇看到咩做得，因為佢也就做個彈聲音，嘅熟嘅。打到天涯嘅聲音，佢就啲嘅熟嘅落嚟啊，佢準備去跳嚟按樣。係，唔過上講吼，咩要動到嘅同學，聽說咩要本人拍檔吼，會冇？會，要從台上咩要吼？因為你跳都跳唔高咩？跳唔高，你聽說就感到啊，係咪拍到啊？感到動到擺嘅，然後後背人就會應嘛，係啊。哦，你按毛呢，按爛，係啊。因為啊，真正係訓練大家伊個默契啦，吼。有迄類有動到人動上忙啲跳嘅時節，當搭擺吼啲感到就唔係自家嘅時節，我有欠嘅素材冇，我動惡冇。我有哦，就係佢哋唔可以太上台嚴格，唔用嘅，我台嘅行走生悶氣啊用。動到按用嘅情況，當時句就會出現，有冇？句就會用誒，希望，隨時就一早按用。剛才有啲 murmur 嘛，幹嘛？就會有人按認真，就會有人重點啲人就勁感到，係冇？係按認真，佢就應台笑，應台教，佢就應該看認真到嘅啊。係啊。你會樣嘛？係啊，就會按樣，跟住就會想講同佢溝通，就會講，跟住做啲同樣嘅想法拿出來同其他嘅同學討論啊，蒙台呀，自家台填，其他人用嘅電腦。阿清明有講嘛？冇，貴重性可能喺貴重性叫做冇講有嘛好，佢就會想講，因為本期依隻方法，本期依現在，佢就清明就講冇。嗰個啲也就節目地度吼，真嘅咩做得看到吼，各種成一下啲嘅想嘛解，係要加條嘅想法，因為將人家就太年吼，就會知道有乜問題就解就好嘅啊，就大家講出來嘛吼，來想一下辦法啊，冇，學生嘅冇。
我做好自家事情就好诶。唔过又会抱怨有冇？因为等到你点讲啊，嘛家底啊居就唔跳啊，可以上咧劲跳唔高啊，吼，还会来参加嘛噶，就会劲讲。鼓手唐讲也在单眼底度吼，除题吼看见到伫个比赛啊练习的歌场，还有伊咧趁乱告白。唔係真情告白哦，係趁亂哦，趁亂告白也係蠻加動詞哦哈。也就係一隻動貼片單元，就係就有一隻動電影下嘅道具，就係一隻小電話，然後天花，就擺到後背，然後本家就係來講法，講自家嘅先講想愛講嘅話，像假使講有人跳唔好，佢想罵人嘅咩，再用幾來講，條條去同人講，按樣自家講啊。唔過大家啲都可以條條嘅，唔過人家條就會保存啊，係啊，唔過有人愛講係冇，唔係睇唔嘅麥克一堵定就冇嘅。其實冇乜跟人講啦，其實冇乜人講，假使講佢會動寫上，佢會用佢自家嘅方式，比如講唱歌嘅，編藝術歌曲，留幾十年咧嘅外號編入去。佢就將人哋對定人哋花筒人哋講係冇，哇！啊有唐講，佢就正經物家快花啊，含起講嘅物家咁通然嘅花冇有冇？啊，知道佢就講卡到有關神法咧自家嘅事，像係先生教嘅唔好啊，正經我講唔好嘅，好教啊就，佢含上一啲好教地都神順，而家就多講，大家好生嘅，大家來講嘅就係講啊，知道佢先生唔好，想去留住幫人聽。真嘅，安尼咩要保存冇？要做啲保存，要拖延要安尼剪貼冇，剪貼冇吼。啊有冇咁通嘅冇？因為啲練習嘅過程太家就當辛苦啊，係冇？啊除咗有抱怨啊，係你有人講話講到叫嘅，係你有冇較忝嘅話有冇？較辛苦嘅，係你冇，做前就會抱怨。有。那可以賣個關頭，賣個關子。賣罐頭嘅賣個關子先冇，賣個關子。我要一個較深印象較深，唔過佢唔係拿人天花講，因為郭宗盛較強堅守。我說係私底下同佢打最久嘅時間，我就問佢講，假使講一下想愛講情感都會放傾向同埋人講，如果講愛想同愛媽媽講，愛想同佢講愛當相機。如果同我分享講，日本媽媽從細就離婚咧，媽媽就到愛到去嘅。我說佢從細慢慢去親家媽媽聊過社會時間，不過過社會時間佢會較艱苦，因為爸爸媽媽分開嘅，當小做得看到媽媽。我說呢，佢就同我講，不過我一下唔愛嘢哦，我點都唔想看到媽媽，因為佢想講。看到媽媽係可以分開，會動艱苦。故所佢係同我講，佢係唔會叫嘅。唔過佢講廿幾排時間，唐希就當堅強吼，唔過佢嘅目的佢已經即係眼眶泛淚，我咪看到佢會叫嘅，就看到懂心疼安樣，也係我印象深刻嘅。哇，真嘅呢，也隻故事吼，也隻節目吼，真嘅做得帶定大家吼，強向吼，強下吼，做得來體驗可能來了解下，也係郭宗盛吼，郭宗盛啲上嘛，家還有幾條，可能有懂到人就會知道幾條草莓族嘛個族啊吼，就會知道安尼懂軟弱啊，搶會抱怨聽，其實佢有懂到自家嘅想法，還有感通年嘅故事哦。家有講到嘅趁亂告白吼，啲都上來有嘛個精彩吼，還有電影笑嘅啊吼，還有同神奇嘅故事，下一堂學就收嘅不太家啲哦，也下先來小。看一下。